Test 1、2、3。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用实体，或者是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感恩，来敬拜。我们先用这首诗歌来到主的面前，求圣灵来进入我们心。我们一起站立，来吹进我心，来吹进我心。是被圣灵吹进我心，在主的脚前奉献我心志，是被圣灵吹进我心，来吹进我。是被圣灵吹进我心，在主的脚前奉献我心志，是被圣灵吹进。我们也再次来邀请主圣灵进入我们心。来吹进我心，来吹进我心，是被圣灵吹进我心，在主的脚前奉献我心志，是被圣灵吹进我心。我们要向主来祈求。我邀请大家，这时候我们开口来同声祷告，来邀请主圣灵说：“主啊，充满我。”在过去这一段被限制，无法很自由的来到圣殿来敬拜，可能有许多的苦闷。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圣灵使我们得着自由。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邀请主圣灵来充满我们，进入在我们的心里面，掌管我们的心。谢谢耶稣，你所赐的圣灵要与我们同在，要使我们想起你的话，让你的话让我们得着自由。谢谢主，谢谢主。求掌管我心，求圣灵来掌管我们心。我们用第2节的诗歌，我们一起来求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求掌管我心，求掌管我心。是被圣灵掌管我心，在主的脚前我完全安息，是被圣灵掌管我心。求掌管我心，求掌管我心。求掌管我心，是被圣灵掌管我心，在主的脚前我完全安息，是被圣灵掌管我心。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主再一次让我们可以一同聚集来敬拜，
来享受在主里面的安息。我们也承认，我们可能有许多的亏欠、抱怨。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是我们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再来，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赞美这位施恩赐福给我们永生盼望的主哦。我们愿意回转，所以我们回转，让圣灵来督责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一同聚集；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透过祷告祈求感谢，让我们所要赞美、要感谢的来摆在主你的面前。也愿主你的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过去有好多这些的苦闷，好多这些失落，我们要因着神你的话语，使我们重新站立。谢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恢复我们灵，能够得着自由。谢谢耶稣，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牧者，为我们舍命。谢谢耶稣，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救恩，使我们成为有盼望。因着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随时在你里面得着安息。我们不得安息，是因为我们没有依靠主，我们没有神在我们心中。求神来掌管我们的心，求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因着你的话语来得着自由，得着释放。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我们恳求主来医治释放我们，特别是这段时间那种苦闷那种需要被释放的这一些的捆绑。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诗人他们自己的经历，是不是也能够成为你我的经历？这很重要哦。当我们宣告主在你的生命当中各层面来掌权你需要什么？现今的世代对我们来讲，你需要什么？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恳求圣灵来启示我们，我需要什么？如果你需要在哪一层面需要主的灵与你同在，需要牧长为你来服侍祷告，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如果这时候你有需要特别我们在当中有病痛的神要透过这样的祷告服侍来帮助你经历他的医治，他的释放。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谢谢耶稣，因为你在我们患难，在我们苦难当中，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拯救，你是我们随时的资源。谢谢耶稣，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病痛当中，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不自由当中，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要宣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谢谢耶稣，让我们能够奉你的名来宣告，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因为你有将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权柄赐给你的百姓。谢谢耶稣，因为我们同心合意奉你的名祷告，你属天的能力，你一切的资源都要为你的百姓效力。谢谢耶稣，让我们用信心来宣告你的名，我们就会看到奇妙的事要发生。我们看到这眼未曾见，耳未曾听，人心未曾想过的这一些奇妙的作为，就因着我们同心而祷告，看见我们身心灵要被释放，灵魂体要得着兴盛。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最后我们要为着今天开始，我们有恢复实体还有线上的同步，还有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恳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这一些看不见的病毒。我们一起用主的话来宣告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必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凡仰望的人，你仰望吗？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为了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求主来兼顾我们。特别我们容易受到环境特别每一天确诊数字，我们都会被影响。我们会被环境所带来的这些情绪来影响我们。我们恳求主来帮助虽然我们有一些计划，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允许可能我们计划就落空。我们恳求神来帮助，让我们过来的接下来的暑期的夏令营还有青年相关这些，都会在7、8月有陆续的展开但是我们知道好多的这些不定因素，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特别为第2区我们的中医长老所带领的这些的团队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小组的牧养，补足了牧者在牧养上面的一些的不足。我们也透过这些弟兄姐妹、长子同工亲自的牧养，才能够体会到耶稣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他的小牧者，他在我们后面来督责我们，也来护卫着我们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祷告，特别为牧师我们在确诊之后身体的恢复我们要传讲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的团队，让我们的长职小会团队都能够有好的治理教会让弟兄姐妹也能够回家回家来做礼拜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耶稣，让我们真的是在灵里面得着自由。谢谢耶稣，你的所赐的圣灵，让我们能够凡是不管是在任何的境况当中，我们都能够来依靠你，来亲近你，也来渴求你的话语从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带有能力，带有盼望，带有你的福分。谢谢主，感谢赞美主，我们能够在一起祷告是你的福，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守望者是你的恩典。不然我们常常在那种唉声叹气，我们常常在你为我代求。但今天神，你兴起更多的代祷者，你兴起我们成为站在破口当中的守望者，让我们为着你的教会，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为着主日，为着我们能够有一颗渴慕的心，来渴慕圣灵的感动，让你的话语就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谢谢耶稣，让我们真的是用谦卑受教的心来敬拜你。谢谢主，也透过敬拜赞美，让我们感受到你的宝座就在这里，你的恩典就要降下。谢谢主，我们也要同心合意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拍手。瞎眼的看见，爱不变为跳舞。
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每一天都充满恩典，阿们们。我们再一次用这首歌一起来敬拜。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海狗跳一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我们一起来拍手。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我们大声再来宣告。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我们最后再来宣告。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将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谢谢你的带领，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是因着你的恩典。谢谢主，在过去的1个月当中，你保守我们平安，你赐给我们健康，你更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吃喝穿用一切无虑。谢谢主，你的恩典总是那么够我们用。遇见你，拥有你，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是我们最上好的福分。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孩子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遇见你，当我遇见你，使我夜间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全人安然居住。你是我至宝，我最深的喜悦，全心仰望依靠，我便不知动摇。你与我同行，你爱我到底，这一生有你真好。是的，在你面前有满足
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是的，当我们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站立在十字架宝座，我们亲自的与神相见，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的时候，真的是最好的福分。遇见神是我们最大的幸福。让我们继续用这首歌来向神来唱，诉说我们对他的渴慕。当我遇见你，使我夜间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全然安然居住。向我们的神来唱说，你是我至宝，我最深的喜悦，全心来仰望依靠，我便不知动摇。你与我同行，我们要爱神到底，因为有你真好，这一生有你真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理解，坐落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各位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向神来说，向神来诉说你对他的感谢。谢谢主的恩典，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一起来开口来祷告。神对你的爱有多少，你领受多少的恩典，你就开口来向神来说，谢谢他，谢谢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向神来诉说你对他的爱，开口来称谢他，开口来颂赞他，他是爱我们的主，我们也爱他，谢谢主。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地界，走落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遇见你，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用神的心相附在
谢主，谢谢主，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就以感恩的心来进入他的圣殿，来敬拜他，以真诚的心。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你抹去，你抹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们所有的重担，耶稣也会移去我们的伤悲，你挪去我所有，我们一起来颂赞，你配得所有颂赞，你挪去，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你充满赞美。主何等的恩典，我们可以站在这里。曾几何时，我们没有办法出门，因着我们的身体，因着外在环境的限制，使我们不能很自由的来到你的面前。何等的恩典，竟然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你为我们付上代价。何等的恩典，在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开口来祷告的时候，你使弟兄姐妹成为我们的守望者、代祷者。何等的恩典！可能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确诊的时候，那种身体的软弱，或者是在我们面对亲人的失丧、病痛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前路如何继续走下去，你依然用你的恩典来赐恩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有够用的恩典。谢谢耶稣，再次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一同聚集敬拜，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若不是你的允许，若不是你的保守，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是在那种唉声叹气、无助的当中，我们面对我们的未来的日子，我们好像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但因着你的话语，坚固我们的心，使我们有勇气继续走下去。谢谢耶稣，借着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来悦纳，愿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
让我们享受在主你的同在，也能够享受在你所赐的应许当中。求你的圣灵现在运行，充满在我们灵里面，好叫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大家说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感谢主啊，我们可以一同来实体的敬拜，大家高不高兴？阿们。跟你的旁边说，看到你真好。当刚开始刚刚在电梯，然后看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我看到华手姐，哇，感谢主啊！哦，那时候在医院探望她，还很无助哦，但是神的恩典。让他虽然身体有一些不适，但是还是愿意来到教会来实体礼拜。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要报告的消息。我们欢迎大家回家哈，弟兄姐妹，特别是线上弟兄姐妹，你在家里面很郁闷吗？我们今天主日开始哦，从昨天晚上周六礼拜就开始哦，欢迎回家。那我们各项的聚会在我们周报你可以上我们的教会APP 我们也有电子的周报。如果你没有办法到教会拿到这个实体的周报，我们在第4页都有各项的礼拜聚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在7月3号会举行今年度第4次的圣礼典，如果要报名受洗的到今天记得我们已经有一些牧道友有牧道友已经报名了那个区长就告诉我，牧师他终于要洗礼了经过这样的一个牧养关心1、2年这样感谢主。那如果要报名，像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那在第2场我们会颁发这个门徒列车的前3名那昨天晚上已经颁发青年的部分。那台语礼拜当中也会颁发有3名吴敏娟、李秀娥、詹翠芬3位弟兄姐妹那我们不便到实体来礼拜那你没有办法实体的奉献，你可以透过线上我们有一些的方式来奉献。我们有好多的方式你可以选择你要的，比如说11感恩，还有这一些的奉献的这样项目。那我们透过感恩奉献是领受上帝恩典，回应上帝恩典那不是只有回应上帝还加倍又应许，带有这样的一个应许的赐福在我们当中牧师经历了太多了，真的好多好多这些领受不断的恩典那我相信你有信心，你就可以经历这一些的恩典在你的当中我们的报税到几月6月底所以提醒大家还有大概10天11天的时间那我们的奉献证明已经有发到我们的名牌盒。那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赶快接洽我们的会计干事李梅。那我们感谢主那限制好久这些长者都一直在期盼那6月20就是明天我们这些长辈们明天开始恢复我们的德福关怀据点的活动，但是政府还是有一些限制，必须要打3剂的疫苗那携带我们的健保卡、小黄卡来登记造册。好，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
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路得记2章12到13节，再一次来。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得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路得记2章12到13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弟兄姐妹，奉献是我们蒙福的一个管道，奉献是我们经历上帝他的应许的一个赐福。我们一起用信心领受他的恩典。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来。如今软弱侧翼的刚强，贫穷侧翼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再次来宣告说：如今软弱侧翼的刚强，贫穷侧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当我们在疫情逐渐消退的同时，让我们相信你在掌权。你用爱除去我们的恐惧和不安，使我们刚强壮胆。在目前俄乌战争持续的同时，我们也恳求你，让各国的领导者可以与受苦者同苦，与哭泣者同泣，赐给他们智慧，可以尽速的结束这一场战争，追求彼此的和平。也求你为我们预备足够的日常生活所需，并赐给我们智慧、果断与宽容的心，让全台湾的人民能同心协力，适应与这病毒共存的一个模式。期待在主你的保守下，各行各业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今天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时间、才能，求主你悦纳，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福说：主的恩典够你用，主的恩典够你用的哦。好，请坐。主的恩典够用。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就哎呀缺东缺西怎么不够，那个不够，这个不够。每一天宣告主的话语主你的恩典够用，你就会看见神真的是照着他的应许在我们当中，阿们吗？如果你去试看看，你就知道神的美好。我们要来读路得记第2章1到13节，弟兄姐妹，路得记第2章，我们最近在读路得记好，我们一起来读第2章第1节开始。拿美有一个亲族，名叫波阿斯，既有钱又有地位，是她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
有一天，路德对拿俄美说：“让我到田里去捡人家掉落的麦穗，我一定会遇到一个肯善待我的人。”拿俄美说：“你去吧，女儿。”于是路德得到田，跟在收割工人背后捡掉下的麦穗。正巧路德捡麦穗的这块田是波阿斯的。不久，波阿斯从伯利恒来，他向收割工人问安说：“上主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上主赐福给你。”波阿斯问领班：“那是谁家的女孩子？”他回答：“她就是跟拿俄美从摩押回来的那个外国女子。她要求我让她跟在工人后头捡麦穗。她一大早就开始工作，现在刚停下来，在凉棚下休息。”波阿斯就去对路德说：“听我说，小姑娘，你不用到别人田里去捡麦穗，就留在这里跟女工一起。看男工到哪里收割，你就跟着女工捡取。我已经吩咐我的男工不可欺负你。你渴了，就到水罐那里喝他们打来的水。”路德向波阿斯下拜，伏在地上说：“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这么关心我这一个外国人？”波阿斯说：“你丈夫死后，你对婆婆的种种孝行，我都听见了。我知道你怎样离开了父母和自己的乡土，怎样来住在这一个陌生的民族中。愿上主照你所做的报答你，愿以色列的上帝，你所投靠的上主，厚厚地赏赐你。”路德回答：“先生，你对我真好，虽然我连做你的婢女也不配，你还这样用亲切的话安慰我。先生，你对我真好。”我们的神是不是对你真好？常常用他的话来安慰你我的心，特别是在你碰到一些的苦难，碰到一些的不顺遂的时候，神的话真的是成为我们的帮助。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在你的失落过程当中，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神就用他的话来提醒你，来引导你，如同诗人所讲的：“你的话是我脚前的什么？”在不知道怎么走、很黑暗的时候、无路可走的时候，照亮你，好像一盏明灯。你的话就好像灯，就好像光。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你的话是灯，是光，要照亮我们，真的是举步维艰的路程。要照亮我们没有看到远方的未来的那种恐惧，因着你的话帮助我们，因着你的话安慰我们。谢谢主，透过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在现今的世代的需要当中被满足。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第一脚踏进这个教会的时候，踏进这个门口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你是充满感恩？当牧师在决定说要不要6月19号有实体的礼拜的时候，你知道那种责任、那种压力。那当有那种感动，然后我们分享，然后就从6月19号有恢复实体。其实我听牧师娘他们的老板就是他们的监督的教会板桥福音堂，他们在过去的那段很严峻的日子当中，他们是在新北市的板桥
我们知道新北市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对不对？他们都没有停呢。既然他们能够透过小组分享、呼吁、鼓励，既然我们要跟细菌共存，那我们就一起来面对。所以大概他们每个主日都有90%以上的弟兄姐妹回到教会。虽然他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100-200人确诊，但依然他们用感恩的心来聚集哦。那真的我们也会担心啊，但是我们依然透过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一同聚集，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新冠流行带来这一些的生活的不便。过去我们3位牧师也都有陆续的确诊哦。那黄牧师他开始经历了那种确诊的艰难跟痛苦，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啊。所以只有在送东西的时候祝福安慰，但是当轮到我的时候，我会感受到那种他们牧师你怎么样了啊？牧师从国外从国内从弟兄姐妹来的这样的关心哈，我会感受到虽然被关在房间里面，真的有时候很无助啊。还好房间有窗户，你知道吗？哇，那个窗户很久没有打开，一打开，哇，真的是那个呼吸新鲜空气有多美好啊！但是很多人彻底被这样的疫情打乱哦，可能内心感受到好多的气愤哦，无助，很多的埋怨，很多的不便。但是却是有一些人，他们的想法是比较正面、比较积极的。我不知道刚才你读到那段的经文，一开始路德他要走出去他的家门，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他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你知道吗？是带着恐惧吗？还是带着盼望？说我今天出去，如果蒙谁的恩，我就跟着谁。他是带着什么期待？带着一种盼望。我觉得面对一件事情都有正反面的想法，对不对？你可以选择埋怨，你可以选择继续在你的哀怨当中哦，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说既然主的话是这样，但我要用不一样的心态，我要来面对。所以有一些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他懂得因为所面对的这些的困境，他愿意更懂得去珍惜生命当中所拥有的一切。他会拥有这样感谢主，虽然有限制，但是你知道在被关的时候，他就房门叩叩，就儿子说：“你们的餐放在外面了不能出门哦。”感谢主，儿子会煮。我说：“我怎么满满的一盘那我想要出房门呢，你们不要出来。”我说我们是2:1呢，我跟师母是一同确诊嘛，对，那你是一个，你关在房间好了。我们用开玩笑，这样还可以对话我们对我们所拥有的心存感恩，因为还有孩子他会煮，或者是会订他会关心今天怎么了。小儿子在当兵，也因为这样常常回家，你知道吗？你们的 PCR 出来了没有？如果确诊，赶快告诉我，我要回家自主7天，不用再经营训练，知道吗？我记得他要去当兵的时候很烦恼，因为听同学说这个大林这个地区的营区会超时啊。我说不要烦恼，上帝总会预备保护你。结果下个月要退伍了当4个月，大概放了2个月。现在还在家里，今天还在下午才收假，这样每个礼拜5晚上就回来了礼拜天又回部队。弟兄姐妹，我在想说，真的在担心害怕当中，有人是用正面积极去面对他所面对的环境。在这个 BBC 科学节目的主持人，
左边这个迈克尔·莫斯利医生，他说，我们养成感恩的习惯，不但会让人感觉更好，还能够重新来调整你大脑的思路，并且对身心产生有深远的影响。比如说，想想你一天当中，你想看看，你一天要结束的时候，你想想看有哪几件事情可以感恩的事情。所以我们在 RPG 的时候，第一件是什么？什么？你们都没有在 RPG 感谢啦！你可以想到什么？感谢上帝的话吗？所以让你一天当中写下这些感恩的事情的时候，他说这样的一个研究，不但会降血压，不错还会改善睡眠。所以美国他们针对200名的学生做了一项的研究，他们连续9个礼拜写下他们所要感恩的事情的清单，结果让他们的幸福感大大的来提高，身体的疾病也减少了。那同时他们对生活一切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美好，感觉更好。那他们也开始做更多的这些的运动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研究，就是说，对于身体原本现在有疼痛、有这样的病痛的人，他们在研究当中说，如果要求这些的病患连续3个礼拜写下一些感恩的事情的时候，竟然可以减少他们的跟对照组这样比较，可以减少到他们身体的这样一个疼痛。所以每一天充满了感恩，疼痛就减少，这样也让这些的血压，让这些身体的状况能够朝着正面来改善，甚至有一些人睡眠就改善了。我们今天很严重的一个症状，就是很多人是失眠族。过去曾经分享说，我们台湾用那个安眠药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全世界数1数2那既然可以透过感恩，我们来改善我们的身心灵，我们何不尝试看看？所以今天我们也透过路德他这样的一个感恩回应波阿斯他所讲的话。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透过波阿斯这个角色，好像在彰显上帝的角色，在对我们说话。波阿斯所对路德说的话，就好像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帝透过你所看到的经文，对你在讲什么话。他知道你的需要，如同波阿斯知道路德的需要。所以路德他俯伏在地，我们来看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他充满感恩，然后呢，我这么一个外国女子，被别人轻视、排斥，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们一路来看到拿俄美跟路德，他们经历过千辛万苦，他们经历过饥荒，他们回到伯利恒嘛，是一个粮仓之地。过去这些粮仓之地，因着没有神，所以他们也遇到这样的一个饥荒。如今拿俄美听见上帝恩待他的百姓，所以他们选择回转，选择回到这个粮仓之地，有上帝眷顾他，照顾他百姓。他听说收成了，过去缺乏，但是今天他听说收成了，所以他们选择回到故乡。但是对路德来讲，他不是他的故乡啊，他是一个陌生之地，他是充满挑战的未来。但是今天我们透过恩典，透过他怎么样感恩，我们来认识到这位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怎样的神。你认识到他真的是如同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个诗人所讲的吗？诗篇里面好多就是他们生命的经历哦。我想这时候也看到我们的姐妹哦，我相信她在宣告说，
主耶稣，你是我医治的主。在医院我看到华手姐她很无助的时候，她的女儿也告诉组长啊，跟我跟主任过来谁要照顾她？我要工作不然谁帮助她？我们看到华手姐也真的很坚强，进步也很大那现在又有我们的这姐妹外籍的姐妹来协助才多久？在那种担心的过程当中，认识到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我们也要透过人如何在经历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数算，就好像刚才的研究写下来好吗？你每一天写下来，试看看有没有改善你的睡眠。如果你的睡眠不好的时候，我很羡慕牧师娘，如果我在的时候，1、2、3，睡着了。那我是一个很敏锐的有一些声音的话，我就很敏锐。所以睡眠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也是可以睡，不用安眠药，祷告。所以感谢主，你可以写下来。那我们来想想，弟兄姐妹，恩典的距离你跟恩典之间的距离是多大？其实这个取决于你自己本身的态度我觉得很重要一个态度你知道路德他要出去，他要走出这一趟，他第一次出去，然后他的婆婆又没有跟他出去，对不对？婆婆最熟悉了，但是她人生地不熟那怎么样面对挑战？说得轻松，我出去如果蒙谁的恩，看谁恩待我对我好，我就在那个田地，表示什么？出去有好多的挑战，对不对？我出去可能会被拒绝我来到你的田捡好不好？你是一个外国人，在他们的眼光，摩押是神不喜悦的一个民族虽然我们来看那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可以在谁的眼中蒙恩虽然在利未记19章，在23章22节，申命记的24章19节，都有说过你的田的四周围那个不可以割嘛，你掉落你不要再回头去捡这些要留给谁？留给这些的贫穷的人，留给这些的寡妇，留给这些的寄居的，就是外侨外国人。所以他知道上帝的律法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虽然他知道可能他出去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律法的保障，但是因为那个时代，我们透过作者在告诉我们说，那个时代是谁治理的时代？弟兄姐妹，记得吗？是士师治理的时代。那我们从士师记一直看来，士师记里面充满的没有王，就是没有上帝，任意而行，对不对？我们过去都看过了。透过这样的基础，我们延续到了路德记。其实在整个救恩的过程当中，人没有神的同在，所以失落了，所以碰到好多这些的困境。所以路德要走出去，还是在那个士师治理的时代，没有神的心意在他们当中，任意而行的时代。虽然有神的律法，但是可能很多人不会照这样做，对不对？有可能所以在他的田地，可能他会被拒绝。所以这一趟出去的时候，是在人心充满邪恶、贪婪、自私的这样的一个世代，是一个单顾自己的世代。所以这个外国人，这个被歧视的摩押女子，她出去是充满了危机呢，充满了可能被歧视、被拒绝，所以她必须要有很大的信心。所以她如果带着这个负面的思想，哎呀，我这一趟可能
在这个世代很难呢，对不对？很难。但是他一开始出去充满了什么？我期待，如果我出去蒙谁的恩待，我就在那块田地捡拾。我相信有恩待我的人，他是用正面的思想来走出他的困境。弟兄姐妹，这是在圣经里面的困境。那你呢？我们可以有谁可以让我们来跟随？跟随在他的旁边，有谁可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走出这样的困境？昨天有这样告别礼拜，我们看见这个家庭，励志长老家庭，他们真的面对亲人这样生病，从病痛一直到失落，现在需要继续的有这样的一个代祷跟安慰，你知道吗？在那当中也跟我们的同工讲，在对话当中，他告诉我，牧师，我的工作到6月底会做一个结束，我要照顾我的父母。我说，我明白那个困境，但相信这样的困境，神让你所做的决定，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但是他是在那困境。我说，牧师都经历过了，在那种面对那种比较长期的那种负担，所以我就祝福他。我相信上帝在你的困境当中，也为你预备一条路。有谁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跟随他？这是很实际的哈。所以在圣经当中的困境，但是在你我当中的当下，有谁可以成为你的帮助？假如路德有话对我们这个世代来讲，你知道吗？那个就是一个女人对独立的渴求。今天这样的女性，在我们现在的好像两性平权比较受到尊重，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的被歧视。她渴望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不是一个物件，不是一个附属的。但路德他是一个外邦人，一个少数的民族，是犹太人社会当中的女有色人士。他要面对一个冷酷的世界，他要面对一个邪恶的世代，他要能够克服他的环境，能够有成功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但是路德面对他是一个单身，是一个异族，是一个失落的人。说到底，他没有什么依靠。这一趟拿俄美，她的婆婆也没有跟她出来，但是她在这个异邦的世界，真的是她能够期待什么？除了拿俄美之外，她没有任何的关系网络。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关系网络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很难呢。有谁可以让她跟随？特别是在那个时代，没有关系。我们说有关系就怎样？没有关系啊。昨天这一场的告别礼拜，因为有关系，在疫情当中，好多人来，对不对？因为关系，路德除了拿俄美之外，没有关系，谁能够让我依靠？如果对这样的一个异邦的女子，对摩押有这样的一个歧视的时候、轻视的时候，她的机会更少，对不对？所以大多数人都想要任意而行，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啊。那路德的话就提醒我们，路德他愿意放下自我的身段，他不在乎自己的面子问题哦。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是跟随自己的心意，或者是他出去这一趟是有带着对神话语的这样的一个信任，或者是期待对神的话语的盼望。你做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圣灵来感动你？我们讲一篇道，你知道要参考多少？然后祷告当中，神你要我们对你的百姓说什么话？也有回应说，牧师你不要这样说，不要那样说。我说，神如果要我们说，我们就说。我不想说会有只喜欢听的，那不喜欢听的我们不说。如果上帝要我们说，我们可以去透过一个盼望，但是现实的环境不一定是这样啊。谁可以满足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需要？所以这个也是路德的话，在提醒我们，在现今你的生活当中，不是只有回到圣经世界哦。
我们在预备讲道过程当中，也在想说，我们今天面对什么真正的需要？路德当时候他的需要是，我出去能够得到谁的恩待，对不对？这需要，我出去可以多捡一点，他们多掉一点，对不对？他们的田的四角少割一点，我可以多割一点。这是他在当时候的需要，就是3餐的温饱。那你是不是面对现在是3餐的温饱？他对未来没有可以多想。你有没有想到，你真正需要不是只有停留在外在这些饮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而已？你真正的需要是内在的吗？路德从早打拼，你看工人怎么样去赞赏他？他从早到现在才休息一下，在凉棚那边来休息。这是他目前的需要，真正也是你的需要吗？我们来读来。不久，波阿斯从伯利恒来，他向收割工人问安说：“上主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上主赐福给你。”在这个对话当中，波阿斯深深了解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你的需要是这些外在的物质，还是真正赏赐恩典的主？你是要得着这些祝福每天的这些的食物，外在的这些的物资，还是你相信你希望得到这个赏赐这些物资的主是与你同在的？我看这一段波阿斯在对话的当中一提到就是上主与你同在。你是要得到这个资源，还是得到赐福你的资源的那一位主？很重要的。我那时想你要哪一个？物资会用完，但是你抓住这个赐福物资资源的神，源源不断。聪明的你应该会选择什么？这是你的需要。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活在拥有什么，但是就是没有上主的同在，上帝的同在，你知道这样的人是很可怜。所谓的一本书叫什么？穷的只剩下钱。谁能了解我们的苦闷？这是路德他所要面对的，在那个世界圣经的环境当中。今天对我们讲话，谁能够了解你的苦闷？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刚才我对我们的姐妹说，真的辛苦了。这段时间，你们要负责照顾长辈。我说牧师都经过了，还有一半，我的父母都不在了。但是过去20几年、20年，我感受到那个父母躺在床上不能动，你要负担，你要去照料那种过程。如果我们没有经过，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在当下，但是神却了解我们的苦痛。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就有好多的天使来帮助。牧师，这个时候我可以，那个时候我可以协助。我们也透过小组看到这些的代祷，实际的行动来关怀。神能了解你的苦闷，因为波阿斯怜悯的心帮助路德可以每一天大概减食22公升一依法，所以我们这样计算下来，应该足够他1年，因为后面还有小麦的收割。波阿斯要路德在他的田里面有这样的减食，并要求工人来善待路德，但是不是长久之计吗？对不对？收割完之后呢？1年之后呢？所以我们看到收割的季节总会结束吧，但是依靠人的能力真是有限。一个人的能力真的是有一天会失落，就好像他们依靠他们的另外一半，所以他们要面对以后的劳苦重担哦。诗篇90篇告诉我们什么？一起来。我们一生的年岁不过是70，健壮的可能到80，但所得的只是劳苦愁烦，生命转瞬即逝，我们都要如飞而去。
人在太阳底下操心、辛苦、劳碌，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活在世上一天，所作所为，无非痛苦愁烦，夜夜不得安宁，这也是空。愿上主照你所做的报答你，愿以色列的上帝，你所投靠的上主，厚厚地赏赐你。来吧，凡所有劳苦背负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面对我们现代的一些的劳苦，谁能够解决你的劳苦？昨天牧师用这一节的经文提醒，特别是在场的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我们过世者的亲友有一些是没有信主的，可能他们还是会面对一些的劳苦重担，他们不知道如何抒发他们的劳苦哦。那牧师透过这些来分享，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知道，但是我们不一定把这样劳苦重担交托呢。就好像耶稣在呼召我们来吧，你有什么劳苦重担？路德有他当时候圣经背景里面的劳苦重担，但是这些话是在提醒我们，现在处在这样的世代，你现在可能面对照顾长辈，你面对你自己的身体。感谢主，我看到华手姐哦，真是不容易了，在这样的一个劳苦，或者是她女儿在告诉我们，不是过来不知道怎么办。她还有她的工作，对。但是感谢主，我们看到小组一直在带祷，然后我们的姐妹也很勇敢然后勤于复健。那今天我看到她拄着拐杖。我们在外籍这个协助者来帮助他能够走进圣殿了。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也是激励我们在家的弟兄姐妹走出来吧，回家。他的期待就是能够来到上帝的殿来敬拜哦。劳苦重担是因为有神真好，有神的同在，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上帝在圣经中有什么样的恩典，我们要一起来看。第一个，我们看到，当一个女人她领悟到她在那个不受尊敬或者是善待的世代的时候，她还能够得到，特别是有钱人这个大地主，虽然他不知道他是波阿斯，他是以利米勒的亲戚，他不知道，他就是凭着信心走出去。没想到圣经告诉我们，好巧哦！但是我们都知道是上帝怎样安排的。他不是因为某某人的妻子，他发现他自己里面的需要，所以他充满了一口希望的井。他可以在这个希望的井能够来打水，他能够拆毁富人跟穷人之间那种隔断的墙，他能够拆毁男人跟女人之间那种隔断的墙，是因为他的品格。所以波阿斯告诉他说：“我听见，然后你的孝行，你孝顺的行为，所以让我能够尊敬你，让我能够认同你。”所以路德他没有放弃，他先做起他应该做的哦。所以当你愿意照你的本分做的时候，这位神同在。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没有在那边哀哭、唉声叹气，他用期待的心走出去。她不是扮演一个凄凉的女子、落难的角色，她乃是凭着她的品格来拆毁男女之间那种隔断的墙，她拆毁富人跟穷人之间那种隔断的这样的一个墙。她拆毁了不是奴隶，不是那个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她拆毁的是用她的品格来拆毁，就是人跟人之间那种没有关系的。但是因着这样，我们看到波阿斯这个有钱人，他竟然能够善待超过律法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看到上主我们在上主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不会因为你是女性，不会因为你的角色亏待你。就好像波阿斯他如何善待这位路德外邦女子，她也会善待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所以得到了祝福跟应许，就是说来，然后你可以在我的棚子休息，然后你可以喝这些仆人所打的水。你知道他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你是要喝男人所打，因为那个时代是女人打水给男人喝啊。你说你可以喝我工人所打的水，这是更多的恩待，更多的祝福。他也被允许成为他的期待里面。他说：“我蒙谁的恩，谁我就跟随谁，我就在那个恩典的田园里面来捡食。因为他的品格让他得着祝福。”因为他的信心，他的盼望，所以他能够得到的是超过所求所想的。所以路德是怀抱一种感恩的心情、期待的心情出去做工，这就是正面的思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走出你的困境，第一个一定要想说，我是怎么样去得着这样恩典，而不是出去说不知道可不可以。如果这是后世百物的上帝要给你的，当然可以。所以路德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是激励了我们，即使你现在面对的可能在经济上的困境，在内在好多这些愁苦的困境，谁可以帮助我们？所以他在回应的过程当中，他充满了感恩，感恩带来更多的祝福。我主啊，他不是说这个财主，而是我主啊。就好像你对这位神一样，我主啊，你对我真好。好像诗篇好多这些的诗人，他们说我主啊，你对我真好。路德听到波阿斯的话语，就好像我们看圣经，你有没有看到这些圣经？虽然是诗人讲的，但是你有没有宣告说，我主啊，你对我真好，你对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宣告？还是只是哎呀，这个就是诗人，这就是圣经的作者他们自己经历。那你呢？试试看吧，弟兄姐妹，你自己亲自尝试。路德知道此时他不知道他跟波阿斯之间的关系，他是有义务照顾的，他不是这样的一个明白。但是我们看到他只是跪下来、趴下来，然后俯伏敬拜，然后趴在他的面前，你怎么对我那么好啊？最后再回应说，用他的话语来安慰。你知道，透过神的话语来安慰你苦闷的心哦。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来，求你记得你向仆人许下的诺言，因为你的话使我有了希望，甚至在患难中我也受了安慰，因为你的应许是我新生命。这是诗人他在他的困境当中，他向这位上帝回应的哦。那实际上你怎么样去面对？在现任的外交部北美司的司长，这个徐幼典弟兄，在他的妻子生下的第二胎之后，好像他的身心情况有一些的不一样、不对劲，他开始失眠，泌尿道出现发炎。所以吃药无法自己亲自来喂养哺乳他的孩子，所以他就要让他的出生的婴儿喝这个配方奶，所以导致这个孩子有时候不适应就会便秘哦。那长期下来，你知道一个产妇或者是在坐月子当中没有办法好好的有这样坐月子哦，影响到她的睡眠，所以这样的影响。然后长期失眠的当中，后来导致产后的什么忧郁症。过去有一些会友也曾经碰过这样，真的很失落。那他的情况更严重啊，不是忧郁而已，是忧郁症啊，就好像掉入在生命的黑洞的当中，所以他的心境就是完全不想再生存下去、活下去了。有一天半夜1、2点哦。这个徐幼典这位弟兄，他也是一个很敏锐的，听到一些声音就会醒过来哈。他听到门外有一些窸窸窣窣的声音哈，他就很敏锐，然后来开门，怎么看到他的太太站在那边？他想要去拥抱她，结果发现他手背在背后拿着菜刀啊。
他不想活了，他想要自我了断，但是想要自我了断的时候，又不要让家人痛苦，所以他想说：好吧，我就把家人先解决掉，然后自己再自杀。他赶紧就把那个刀夺下来。你知道，从此那个后面的1-2周，他担心害怕，他睡不着觉，不知道会不会醒过来这样。所以因为这样2个礼拜掉了10公斤，哇！他不知道怎么办。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哦，他曾经几次拒绝这样的信仰。就在那个困境当中，他打开他的圣经，在圣经里面，他不只是祷告，他跪下来祷告，然后上帝的话语就告诉他：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高台。他向上帝祷告，就好像有人在拍他的肩膀，在鼓励他：你倚靠我，放心，把它交给我。就好像上帝的话语，如同波阿斯的话安慰路得一样，在安慰他。突然，祷告完不久，有人按电铃，有一位心理医生，还有一位社工，他来附近找他的朋友串门子，就听到他的朋友说徐有典弟兄他家的状况，结果就顺道然后来拜访他。哇，他真的知道说，透过他的祷告，上帝差遣他们2位，一位是心理医师，一位是社工，来帮助，所以转展介绍他们到美国的医院，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医生，结果开了药标榜说一剂特效，结果吃了之后，他的太太第1晚就可以睡了8-9个小时，然后长期的这样陪伴，后来就因为这样的一个调整，然后失眠症就痊愈了。所以后来他们2位夫妇在2005年6月23号，他们来受洗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就在他们困境当中，上帝的话来安慰他，就好像路得有上帝的话来安慰他。所以他在表达说，这些的金钱、名表、名车，都不是满足他人生的需要，他的需要就是家人的健康平安。我们来听听看他短短的1-2分钟的见证。各位基督教今日报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外交部北美司司长徐有典，也是你们的弟兄。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信主的过程。然后我也知道说，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也许是你自己或是你的家人正在面对跟我17年前我的太太所经历的这个忧郁症的这种情况。我知道忧郁症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疾病。我知道，当你或你的家人在忧郁症当中的时候，他们所感受到的是那种无助、绝望、黑暗，甚至是找不到生命的这个尽头在哪里，以至于他们很想要快点了结，他们没有盼望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但是不要害怕，也不要说用一般的方式去鼓励他们而已，因为当你跟他们说看开一点，他们就是看不开。你要说往好处想，他们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往好处想，因为他们是生病了，他们不是变得很奇怪，他们是生病了。所以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会建议说，除了祷告之外，你真的要去就医，去看精神科医生，寻求专业的帮助。专业的医生会给你最好的诊疗跟照顾，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不论是你自己或是你的家人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信心，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盼望，他是光，光一来黑暗就散开了，就消失了。当你迎接这样的一个光到你的生命当中来的时候，不论你的生命是多么的黑暗，
那些黑暗都会消散。所以我鼓励你，除了这个专业的医生之外，也能够把耶稣引到你的生命当中来。路德因为波阿斯的话语，使他的心得安慰。你的困境，神都知道。当我们心存感恩的时候，你知道神的话会引导你，上帝的话会帮助你。就好像这位徐弟兄一样，他在面对这样艰难，他另外一半严重的身心失调，他依然能够面对他的困境，因为他寻找到这位神可以帮助他。我们心存感恩，敬拜上主，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些虽然是调查研究，但是试看看，让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身心灵。神的话是带有医治的能力。我们是不是能够倚靠神，在充满感恩的过程当中，活出你的盼望？即使你是在困境，路德他经历了，这位徐幼典弟兄经历了，相信你在上帝的眼中，神也知道你正在经历可能忧郁，或者是一些的困境。你先感恩吧，感谢主，面对这样艰困，你还有主可以依靠，我还有主你可以依靠。可能别的资源没有办法依靠，但是主你可以成为我的依靠。我们一起站立哦，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哦，来回应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何等的恩典，他竟然在乎你我，何等的恩典，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助，成为我们帮助。以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弟兄姐妹，神在乎你哦。神在乎你的痛苦，何等恩典，你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已充满赞美。你挪去我所有，弟兄姐妹，把你的重担交给我们主啊。他可以为你来帮助你，释放你所有的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美的所有伤。再次来宣告，你挪去我，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面对的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我的嘴必充满赞美，
我的嘴必充满赞美，我的嘴必充满赞美，我的嘴必充满赞美。弟兄姐妹，即使你在困境当中，神还是在乎你，他没有离开你哦，他正与你面对你的苦痛，面对你的忧郁，面对你经济的重担，他会像波阿斯怎么样恩待路德，他也会恩待你。用仰望恩典的心、感恩的心走出你的困境，我们必看见神如何在你困境的道路当中为你预备。弟兄姐妹，感恩可以帮助我们身心灵释放。谢谢主耶稣，我们不只是在圣经的世界当中看见路德的境遇，我们也透过这些话语，好像圣灵在感动我们。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会比波阿斯更恩待我们，因为你是慈爱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让我们仰望你，期待你的同在，仰望你的话语，就好像这位徐弟兄一样，他在无助，他在不知道怎么样面对他的困境的时候，他的祷告，神你垂听，你差遣人在他们当中来帮助。我们相信你的话语带来应许，带来恩典，带来赐福。愿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使我们能够得着自由。天父上帝，你知道我们真正邻里的需要，你也愿意将那个满足我们需要的能力、资源、供应、医治赏赐给我们。主圣灵，感动我们，常常献上感恩来到你的面前，常常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要让我们只遇到困境才来祷告，才来寻求你的话。让我们天天充满你的话，让你丰富的资源就成为我们为我们效力的管道。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让我们一起拍手。充满我们中间，恩典伸出掌难都变为牺牲，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你表现了神没有人拯救的事，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恩典伸出，人们都变为轻者。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愿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愿主的能力、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请坐，我们的聚会到这边，彼此来祝福。